Hello，日日塔羅歡迎你啊！最近嘅你會容易陷入咗去思考人生嘅呢種煩惱入面。你知道自己有好多唔同嘅選擇，但每個選擇你都想做，更加唔知道點樣將佢哋整合，去創造一個自己最需要嘅答案。水晶卡嘅綠玉水話，希望你去同理其他人，嘗試帶住愛去做換位思考，同你唔同人嘅感受同埋佢嘅經歷，以改善呢個世界所有嘅關係啊！同時，水晶卡嘅輪灰石話，希望你展現最真實嘅自己。當你唔再去自我質疑同埋設所有限制嘅時候，你就可以展現最真實嘅部分出嚟啦。或者你會困惑於只可以做一個選擇或者做一個方法嘅呢種答案，但係當你呢一種嘅決定可以包括埋對呢個世界嘅關注，對更加多人嘅需求帶入去你嘅創造入面，你嘅創造反而一個答案就可以滿足到更加多人唔同需要嘅需求噶啦。祝福你一切順利啊！